来看新竹的新丰庙庙口管委会公告，5月开始，所有庙口大头仔卖点心，逐项拢要起5块。管委会表示，因为过去5冬拢唔捌起价，原料的价数成本煞是直直的增加，有影是记载袂调，才会调整价数。炒米粉、贡丸汤、有肉丸，互人看起来就想要食。新竹新丰庙庙口管理委员会宣布，自5月开始，庙口点心要来起5块，总共有20外间拢会调整。以后民众想要来食点心，就要加存一寡钱啊。物价什么的都涨了，所以5块钱，我觉得是应该的。如果那种小菜类的每个都调涨的话，就是有时候全部点在一起就会变蛮贵的。新丰庙庙口管委会表示，主要原因除了因为原料起价，用人的成本嘛提悬，佮加上过去6冬拢无调整过，真侪店家实在挡袂落去啊。我们差不多6年没调了，这个猪肉涨价，电涨价，工资涨价。工资从160涨到180啦，当然撑不住啦。连续已经从过年前那一波就已经涨一次，过年又涨一次，现在是外带杯又涨。他说什么？因为都是进口的原物料，对啊，什么都涨啊。不过，贸卖早顿的业者因为最近鸡卵价数恢复正常，决定甲原底已经调整过的物件落5块。民众拢讲，这款的头家实在真大心。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。